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昨屏东的东港迎接大甲妈，也毋过煞传出料警的工作人员敢若是发生食物中毒的情形，一直到昨暗9点半，拢总有69个人送病院，其中1个人住院，另外8个人是当咧观察当中。即马屏东的卫生局已经开始来调查，希望讲会当赶紧来确认食物中毒的原因。 屏东东港热烈迎接地方的大代志，台中大甲妈100年来第一面南巡到屏东，8日有3000人来到东港，东亮宫也用上悬的规格迎接大甲妈圣驾，现场快甲满。两个来，快速一个好。不过活动所传说敢若是食物中毒的代志，屏东县卫生局伫昨下昼4点外接到片通报。 讲有料警的工作人员出现流清汗、吐甲流的情形，到暗时9点半，总共有69个人送病院，其中1个人住院，8个人留院观察。屏东县长周春美也赶来病院关心，要求要赶紧查清楚原因。那我也已经在第一时间请这个辅医医院跟安泰医院，就我们的医疗能量尽力的救治跟照顾。 那后续的调查、稽查，我们就整个卫生环境，还有厨余、还有厨工等条件去调查，到底原因是什么？初步了解，工作人员敢若是伫咧半路或者是香客大楼内面有食沙西米、饭、汤这款食物料，出现身体无爽快情形。屏东县卫生局已经开始做采样的调查。 并且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到现场做卫生稽查，进行环境检体采样，调查食物中毒的来源了，会赶紧公布调查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